大家平安又到停通的時間，我係教大家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課程，係針對有傷痛、病痛的朋友，唔管伊係冥禱、操禱、祈禱，攏有適合的運動。能講，適當咯，就會同到咯。接下來就聽聞先生講下來運動哦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熱身運動，你適合放鬆的時節可以作為熱身運動，冥禱、瑜伽墊當中。冥下來之後，起來動作係頸部的運動，可以先看右邊，轉到右邊，轉到大，慢慢來轉，慢慢來轉。3到5秒，再慢慢來轉到左邊，3到5秒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頭拿可以輕起來，膝把輕起來，再慢慢不用下來，再轉到右邊。3到5秒，再慢慢來轉到左邊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頭拿上頭慢慢來頂起來，頂起來，慢慢來下來，再轉到右邊。100可以比100較多轉一些些。好，再轉左邊。好，手打開來。好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。用隻手卡狠。算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輕鬆。再卡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。好，穩你腳，腳先轉一下，慢慢來轉。好，轉一下，一隻腳轉下來，再轉另外一隻腳，轉一下。用你踝關節不用輕鬆來，一下你的腳先轉一片。好，再慢慢來轉另外一片，轉另外一片。好，打你的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一下你的身體就慢慢的暖和起來耶。這就是簡單的熱身運動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做的等方的拉筋伸展動作。你行嘅一個最簡單，嘛係最安全的一個伸展動作。你一隻腳一隻腳來，腳壓等你放之後，你彈力帶套上去之後，你慢慢的吸氣、吐氣時間，身體慢慢的彎下來。再來一道吸氣、吐氣，再慢慢的彎下來。
好，再一度吸氣，吐氣，再慢慢來玩下來。我們會剛剛講，從安尼呢，腳濃度到我們的膝蓋，到我們的大腿，到腰，骨葉攏綁在度。好，你不用輕鬆。好，那我們另外一隻腳。好，吸氣，吐氣，慢慢的慢下來。吸氣。吐氣，再來慢慢的玩下來。吸氣，吐氣，然後再玩下來。好，不用輕鬆。頭東安尼去做的咧。直腿前彎的時節，你係一個站滿安全又不用鬆的動作。不過安尼咧，記得安尼100磅的時節唔好太重，安尼慢慢來放，慢慢來放。用安尼咧，你咧從腳到腰尾啊，上個筋條慢慢來放鬆來。安尼可以放較長的時間，一度又一度。但是安尼一度也放的時節，盡量唔好超過10秒、20秒，安尼慢慢來，慢慢來，來放。安尼咧，筋條就會慢慢來放鬆來。接下來，安尼會坐等的方來伸展安尼的腰部。來吸氣，舒放起來。吐氣的時節，安尼先轉右邊。吸氣。舒放起來，吐氣，轉左邊。吸氣，舒放起來，吐氣，安尼轉右邊。吸氣，安尼舒放起來，吐氣，安尼轉左邊。安尼去轉的時節，一開始腳肚唔好做按動，安尼慢慢來轉，慢慢來轉，一擺比一擺多轉一些。好，吸氣，吐氣，安尼體上都可以較多轉一些咯。好，吸氣。吐氣，
吸氣，吐氣，手慢慢放下來。接下來，安尼呢，甲安尼吼，膝頭抱大腿，吼，靠近安尼呢胸脯壓上，囊起來，吼，慢慢囊起來。好，不用放鬆，你還愛放鬆安尼的膝關節。可能一兜可以比一兜多抱一點點。頭都高的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接下來就聽我先生向下做下去。接下來我分享的係從等的方來訓練人的核心肌群。安尼第一個動作就會兩隻腳壓起來，伸出，好，那下上。10秒，好，不用輕鬆，安尼腳同一下，安尼兩隻腳壓起來時間，主要安尼的抬腿，甲安尼的肚臍，攏會用力，好，過適合安尼行路無安裝的人，行無穩的人。來訓練安尼抬腿甲安尼肚臍壓上的力量。好，你休息一下哦，再準備來做第二道。好，兩隻腳壓起來。好，你不用輕鬆，你慢慢來做，慢慢來做。好，不管係廿，好5秒也係3秒攏做得，主要就是訓練你抬腿甲你肚臍。係假使講，你平常時行路無行穩的人，用呢個方式來訓練，可以讓你行路越來越有力。我看我們彎倒，你休息一下再來喲。好，你腳壓起來。好，你慢慢的放下來，腳同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你第二個動作，行誒，一隻腳壓起來時間，雙腳邊。好，下練麼字形，下練麼字形。安尼一隻腳適下休息。好，從安尼右腳開始哦。好，你休息一下。你去做時間，我剛剛講，你壓上髖關節壓上，我是把酸酸痛痛，你係正常的。你做一道下，算一道下，唔是講一擺攏做個道下。你休息一下之後，你換另外一隻腳開始。
好，咱甲咱的腳吞一下，吞一下，吼，吞一下咱的腳，休息一下。咱第二条呢，做听一多，你假使讲安尼做4下，吼，踢開，你就可以變成5下、5下、3下、3下，攏做得。好，你就慢慢的訓練起來。等到你阿雙髖關節訓練起來，安尼行路手較有力，抬腿跨步就會較輕鬆。安尼休息一下。好，你再來喲。好，你右腳放鬆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你去做過程當中，吼，你抬腿尾西巴旋，係正常的哦。好，你休息時候，你就彎你左腳，吼，彎你左腳，來開始。好，你第三個動作，除了腳壓起來之後，好，你豎板門凳呢，好，豎板門凳呢，彎曲伸側，好，彎曲伸側，你一擺就從上下出後誒，好，你開始哦，1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你的動作咱們是安尼呢，抬腿跟肚子的力量哦，你再來一擺。好，用抬腿休息一下，好，放鬆一下你的腳。接下來要分享的項個運動之後，要做為緩和運動，面到瑜伽墊。第一個動作相同，跟手柄的，肚子當個，做腹部呼吸。吸氣時節，肚子慢慢的鬆起來，鬆到最高。吐氣的時間，慢慢的消下去，乾氣，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肚子慢慢的鬆起來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好，吸氣，送到最高時間，可以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慢慢的鬆起來。數到10個時間，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接下來行個要放鬆你的腰臀。好，你慢慢的轉，慢慢的轉。
慢慢的送過來。可能彎腳，再來一道哦。可能接下來行嘅變數，我哋相做嘅動作，我哋將樹變到另外樹嘅一隻樹嘅地方。經過教嘅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俺哋將運動變成習慣，有好嘅運動，俺哋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，心情那會越來越喜樂。聽通，俺哋下次見。